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嫂，嫂就是称呼阿兄的某，像咱讲兄嫂、阿嫂、大嫂。另外称呼一般的朋友的某，或者是称呼一般富人人，嘛会当叫嫂啊。另外咱常常听到就是青蚵仔嫂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兄嫂，就是称呼兄哥的某，或者是称呼朋友的某，拢会当安尼叫，嘛会当讲是阿嫂、大嫂、嫂啊。第二个词酒干仔嫂。这个意思是讲，伫咧酒家上班的酒家女，嘛会当讲是酒女，因为爱陪人客啉烧酒，烧酒啉好大，剩的酒干仔就是酒干仔嫂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因兄嫂本来是酒干仔嫂，落尾嫁互因兄哥了后，真够照顾家庭，嘛足够化家，实在真欠卡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嫂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